要是能让他来门内当客卿长老，咱们就不用受制于赵长老和福长老了。我都知道了。小姐，四月不太明白，您为何对范卓两位这样纵容宽待？他们可是一直阳奉阴违，对门主这位觊觎着呢。还有这赵长老、福长老，说是什么新宫来的大人物，哼，那看人的眼神可不规矩了，而且本事也不怎么样啊。就是因为他们押送资财被人打劫，惹出好大麻烦，亏的是小姐发现了前辈手中这批货源，这才算是补上。若是误了交割日期，咱们损失可就大了。经商最忌失信，他们知道亡羊补牢，也算是有心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还为他们说起话来了呀？那咱们之前被劫走的货物，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此事没有那么简单。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我要继续修炼了。哦，四月，这段时间你就留在门内吧，哪儿都不要去。是。小姐，你也小心。